到我嗎？One two three，聽到啊！終於搞掂晒啲 technical issue 啦！經過重重嘅困難，終於可以同大家見面啦！我係星曉時哥，我係由9號星嚟嘅特派研究人員嚟研究7號，即係地球嘅一切啊！我哋好細個已經睇咗嚟，跟住住喺7號上面唔同嘅地方，學習語言啦，觀察人類啦。跟住之後亦都望下究竟點解9號咁多研究人員唔肯返屋企？呢個其實係我嘅特別任務嚟嘅，所以9號嘅研究人員，如果你聽到我呢一段說話嘅話，請同星曉時哥聯絡。係仲有啲咩呢？我哋可以之後繼續講嘅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我嘅背景，我都好想知道多啲關於你哋嘅事情啊，因為呢個都係點解我希望做 VTuber 嘅目的，多啲交流，多啲得到大家唔同嘅經驗，因為始終一個喵可以見到嘅嘢實在太少啦。如果有你哋嘅幫助嘅話，我相信我個報告一定可以更加豐富，咁佢哋就會肯俾我留耐啲啦。好，遲啲再見。